你哋有冇聽過最近深圳嗰邊班網民喺度熱烈討論緊一樣嘢？佢哋話我哋香港人身上有一陣好獨特嘅除，一過咗關口，就算你唔開口講廣東話，就算你收埋晒啲特區護照，人哋都一眼睇得出你係香港人，甚至話我哋自帶一隻隱形結界。呢樣嘢聽落好玄，係咪？到底係乜嘢嚟？係咪我哋噴咗咩特別嘅香水？定係我哋浸窮酸味太重？抑或係有一種講唔出嘅港味？今日我就同大家逐層拆解呢個香港人隱形結界嘅真相。其實呢件事嘅起因係喺小紅書同埋抖音上面，有好多深圳嘅商場保安、餐廳侍應，甚至係普通市民都話，而家去到深圳福田或者羅湖，遠遠望過去就知邊個係香港人。佢哋話香港人身上有一種氣場，仲有一陣味。有一位喺深圳開咗15年茶餐廳嘅老細就話，香港人一入嚟，嗰種感覺係好明顯嘅，唔係話你着得特別名牌，而係嗰種姿態同埋陣除。講到呢陣除，大家最先諗到嘅可能係香水，但係深圳網民話呢陣味唔係 Chanel 或者 Dior。佢哋形容呢陣味係一種好乾淨、好清爽嘅味道。原來好多香港人都有用柔順劑嘅習慣，特別係某幾個日本品牌或者係由細用到大嘅金紡。因為香港地少人多，好多人屋企曬衫係晾喺室內或者抽濕機隔離，所以衫上面嗰浸洗衣液同柔順劑嘅味會留得特別耐。對於習慣咗大乾大曬或者習慣咗比較重口味飲食環境嘅內地朋友嚟講，呢陣淡淡嘅柔順劑味反而變咗香港人嘅標籤。仲有網民話香港人身上有一陣酒精味。呢度講嘅唔係話我哋係走鬼，而係由2020年開始，呢幾年嚟我哋養成咗隨身帶消毒搓手液、濕紙巾嘅習慣。你去到深圳食飯，香港人坐低第一件事唔係攞餐牌，而係喺個袋度抄支酒精出嚟抹台、抹手。呢種對衛生嘅強迫症喺人哋眼中就係一種好強烈嘅信號。呢種習慣係我哋由2003年沙士之後，一代傳一代，傳到去2026年都仲係咁，已經入咗骨髓。講完氣場同陣除，我哋再講下個隱形結界。點解內地網民話我哋自帶結界？呢樣嘢同我哋嘅行路速度、眼神同埋肢體語言有好大關係。你試下喺深業上城或者萬象城行一轉，嗰啲行得最快，好似趕住去投胎咁，眼神永遠直視前方，唔會同路人有任何眼神接觸嘅，9成9都係香港人。我哋香港人追求效率，由細到大喺地鐵站練就咗一身摩打腳。就算去到深圳係為咗放鬆，為咗消費，我哋嗰種中環節奏都係放唔低。呢種結界仲體現喺邊界感上面。香港人好怕打擾到人，亦都好怕俾人打擾。喺深圳嘅地鐵或者商場，你會發現香港人通常會戴住耳機，無論係 AirPods 定係 Sony，總之就係請勿打擾嘅模式。我哋坐低食飯，如果隔離台坐得太埋，我哋會唔自覺咁縮一縮，或者用個袋隔開。呢種社交距離感喺講求熱鬧、講求大方嘅內地文化入面，就顯得好似有個結界咁，將自己同周圍環境隔開咗。其實講到尾，呢種港人特徵背後反映緊嘅係兩地生活習慣嘅差異。由1997年回歸到而家，雖然兩地融合咗咁耐，但係香港呢座城市培養出嚟嘅都市生存法則依然好鮮明。例如我哋嘅穿搭，深圳網民話香港人最中意着山系或者簡約風。你會見到好多30歲到40歲嘅香港男人去深圳都係着件 Uniqlo 嘅風褸，孭個 Arc'teryx 或者 Gregory 嘅背囊，腳踏一對按雲端鞋或者 Hoka。呢種機能風其實係因為香港人習慣咗隨時要行路，隨時要應付室內外嘅溫差，而且香港人有一種裝備控嘅傾向。去過關買嘢，我哋會自備好大個環保袋，甚至係嗰種大碌嘅買餸車。有一位深圳嘅超市員工話，佢見過最誇張嘅係一班60歲左右嘅香港銀髮族，每人推住一個專業行山背囊，入面裝滿晒鮑魚聖子同埋大閘蟹，嗰種戰鬥力真係一眼就分得出。仲有我哋嘅語言習慣都係一個好大嘅特徵。
雖然我哋而家好多人都會講普通話，但係我哋嗰種港式普通話，夾雜住啲唔該、麻煩晒、excuse me， 仲有嗰種好客氣但係又帶點疏離嘅語氣，係好難模仿嘅。我哋習慣咗講嘢細聲啲，特別係喺公共場所。你會發現，如果一間餐廳突然間變得好安靜，或者有一台人講嘢特別斯文，嗰台多數都係香港人。講到呢度，大家可能會覺得呢啲特徵係咪代表我哋同內地格格不入？其實又唔係喎。深圳網民講呢啲嘢嘅時候，其實好多時係帶住一種觀察嘅趣味。佢哋覺得香港人好守規矩，排隊排得好齊整，就算幾多人排爆師傅或者阿媽手作，香港人都會好自覺咁企喺條線後面。呢種秩序感，其實都係結界嘅一部分。我有個深圳嘅朋友同我講，佢最佩服香港人嘅一點係專業感。佢話佢見過一啲喺深圳買樓嘅香港人，佢哋就算係50歲、60歲過嚟睇樓嘅時候，都係攞住本筆記簿，寫低晒啲尺價、坐向、管理費，嗰種認真嘅程度，令到啲地產代理都唔敢亂吹水。呢種對細節嘅追求，亦都係我哋身上嗰陣除。其實所謂嘅隱形結界，本質上係一種城市化嘅自我保護機制。香港係一個極度擁擠、生活節奏極快嘅地方。喺呢度生存，我哋學識咗縮小自己嘅體積，唔好阻到人，亦都保護自己唔好俾人干擾。當呢種習慣帶到去空間比較大、生活節奏相對慢少少嘅內地城市時，就會顯得特別突兀。但係有趣嘅係，呢種港味而家反而成為咗一種文化符號。以前我哋係睇港產片、聽廣東歌去認識香港，而家深圳人係透過觀察呢啲過關消費嘅香港人，去重新定義乜嘢係香港人。佢哋發現，原來香港人唔係個個都係西裝革履嘅金融才俊，更多嘅係嗰種着住運動鞋、孭住環保袋、追求性價比、注重衛生、禮貌得嚟又有啲冷淡嘅普通市民。我亦都見到有啲內地網民開始模仿呢種港風穿搭同生活方式，佢哋覺得呢種簡約、實用、注重個人空間嘅生活態度，其實都幾潮。所以話呢陣除或者呢個結界，其實唔係壞事。佢代表咗我哋嘅文化身份，代表咗我哋呢幾十年嚟喺呢個南方小島上面磨練出嚟嘅生存智慧。當然啦，隨住兩地交流越來越頻繁，呢種結界亦都慢慢咁變薄緊。以前香港人去深圳係高高在上去消費，而家係平民化咁去生活。我哋會去食路邊攤，會去學用美團、大眾點評，會去關注邊間超市嘅牛肉比較平。而深圳嘅朋友亦都越來越習慣香港人嘅存在。大家喺排隊買奶茶嘅時候，其實個結界已經慢慢融化咗。有人問我，你會唔會想洗走呢陣港味？我想講，點解要洗？呢陣味係由我哋行過嘅街、食過嘅茶餐廳、返過嘅工、捱過嘅夜累積出嚟嘅。佢係我哋嘅印記。就算去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只要我哋仲係保持住嗰種守時、講規矩、重效率、愛衛生嘅習慣，呢陣港味就會一直存在。所以下次你過關去深圳嘅時候，如果發現有人望住你，或者覺得你身上有陣味，你唔使尷尬，亦都唔使覺得唔自然。你就係你，一個帶住香港特色、行路有風、自帶結界嘅香港人。呢種特質，正正就係我哋嘅魅力所在。其實，無論係結界定係陣除，都係一種文化嘅碰撞。香港人喺深圳嘅現形，其實反映咗兩地喺生活細節上面嘅有趣差異。由洗衫嘅味道到行路嘅姿勢，由社交嘅邊界感落到消費嘅選擇，呢一切都係香港呢個城市賦予我哋嘅基因。2026年嘅今日，我哋睇到嘅唔單止係香港人北上消費嘅熱潮，更加係一種深層次嘅文化互動。當深圳網民喺度拆解香港人特徵嘅時候，其實我哋香港人亦都喺度觀察緊深圳。我哋學識咗內地嘅便利與活力，而人哋亦都喺度觀察我哋嘅專業與秩序。呢陣除其實就係文明同習慣嘅交織。
我哋唔需要刻意去隱藏，亦都唔需要刻意去炫耀。只要我哋繼續做一個有禮貌、守規矩、愛生活嘅人，呢個結界就唔會係隔閡，而係一種令人尊重嘅獨特性。最後我想講，無論你身上係柔順劑味定係酒精味，最緊要嘅係我哋香港人嗰份唔認輸、求進步嘅精神。呢種精神先係我哋身上永遠都洗唔走最珍貴嘅港味。下次過關，記得繼續行快2步，繼續戴好你嘅耳機，繼續保持你嗰份香港人嘅驕傲，因為呢陣除先係我哋最真實、最可愛嘅樣子。我哋每一個人其實都係香港嘅流動名片。我哋喺深圳嘅商場、餐廳、街道上面留下嘅每一個足跡，其實都係喺度話俾人聽，香港人係點樣嘅。唔係透過廣告，唔係透過宣傳片，而係透過我哋呢啲點點滴滴嘅生活習慣。所以，如果有人同你講，嘿，你身上有浸香港人嘅除喎，你可以好自豪咁同佢講，係啊，呢陣味係喺香港呢個地方浸咗幾十年先至有嘅，你想要都未必有得學啊。呢個話題其實仲有好多可以講，例如香港人對排隊嘅執着，或者係對服務質素嗰種近乎苛刻嘅要求，呢啲全部都係結界嘅一部分。但今日我諗我講得差唔多啦，大家如果下次喺深圳見到啲疑似香港人，不妨觀察下我講嘅呢啲特徵係咪真係咁準。又或者，如果你自己就係嗰個自帶結界嘅香港人，歡迎你留言話我知，你覺得自己身上最重嗰陣味係乜嘢？係咪真係嗰陣萬年唔變嘅柔順劑味？定係嗰份對生活永不言敗嘅堅毅？無論點都好，我哋都要繼續保持我哋嘅獨特性。喺呢個大時代入面，能夠擁有一浸人哋一眼就認得出嘅除，其實都係一種幸福。呢代表咗我哋有根、有故事、有屬於我哋自己嘅城市記憶。我哋香港人無論去到邊度，都要做最出色嘅自己，帶住我哋嘅結界，散發住我哋嘅港味，喺呢個世界上繼續發光發熱。唔使驚人哋嘅目光，因為我哋就係我哋。呢浸港味，我哋要好好咁傳承落去，由2026年一直傳到去更遠嘅未來。大家記住，無論環境點變，我哋嘅核心價值唔可以變。嗰種對效率嘅追求，對專業嘅尊重，對他人空間嘅體諒，呢啲先至係香港人結界入面最核心、最值得人學習嘅嘢。下次見到深圳嘅朋友，如果佢哋對你嘅結界感興趣，不妨大方啲分享下我哋嘅生活方式，等大家多啲了解，少啲誤解。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呢浸港味嘅真相，你哋而家知啦。唔係香水，唔係名牌，而係一種刻入骨髓嘅生活態度。我哋下次再傾，繼續拆解更多有趣嘅文化現象。大家過關買嘢開心啲，記得帶多個環保袋，發揮我哋香港人嘅戰鬥力。